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，他是客家人。他看到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可是我听不懂，我就没有回他，感觉好没有礼貌哦。哦，你说你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，是客家人哦？那我想想哦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不是说你好？对，就是这一句。那默默猜猜看，好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跟我说他自己的名字吗？不是啦，好是你好的意思。那位新同学在跟你打招呼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要赶快学起来，明天主动跟他打招呼。很好。那我再另外教你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如果别人帮忙你要跟人家说谢谢的时候，就可以说俺自谁。俺自谁？谁？不是谁啦，是俺自谁，谢谢的意思。哦，俺自谁，彤彤姐姐，我学会了。是谁你，不客气。你好，好，你好。看到老师同学要主动问好，后你好，很好，默默很棒哦。俺自谁，谢谢。俺自谁，谢谢。奇怪了，彤彤姐姐，我怎么闻到好香的味道哦？我藏那么好，还会被你发现？是饼干啦！默默饿了吧？分你吃一点好吗？俺自谁，谢谢。是谁你，不客气。后俺自谁，小朋友都要当个有礼貌的人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老亮。